溫馨浪漫嘅聖誕和充滿希望嘅新一年即將來臨之際，我們惠山江威中學家長後援會精心籌辦嗰一場慶聖誕迎新年嘅聯歡晚宴。在此，我謹代表後援會全體學員，向每一位不用落能今晚盛會嘅來賓，致以最熱烈嘅歡迎同埋最衷心嘅感謝。年份嘅到來係對後援會莫大嘅支持同埋鼓勵。今晚嚟過台監鎮隊嘅係，我見到我們江威中學第一屆畢業嘅學生陳瑞賢榮譽會長推紅甲冠親臨大會現場。陳老先生始終深埋後援會嘅發展，不辭辛勞，積極參與後援會嘅各項事務，為後援會嘅成立立下汗馬功勞。陳老先生嗰種赤誠之心，為我們樹立下光輝嘅榜樣。在此，請大家以熱烈嘅掌聲向陳老先生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感謝。同時，我也幸呢我見到，在我們江威中學默默耕耘、桃李滿天下嘅幾位老師，相信在座各位好多都係佢哋嘅學生嚟嘅，佢哋就係雷肥苗老師、鄧慶東老師、鄭少準老師。今晚三位老師都親臨現場，為我們後援會助興打氣。他們曾經嘅教導，亦就讓會春風化雨，滋潤我們嘅心念。傳授嘅知識，令我們受益終身。老師嗰種高尚嘅職業情操係值得我們榮譽尊崇。在此，我們向三位老師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感謝。此外，我們也好榮幸邀請到換江威鎮鎮長凌建超夫婦，同埋換江威鎮邊防派出所所長雷建信夫婦嘅到來。他們嘅到來，讓我們深深感受到家鄉領導對後援會嘅關懷同埋支持。在此，我表示衷心嘅感謝。最後，我衷心祝願大家聖誕快樂，新年進步，家庭幸福，萬事如意。祝願後援會越辦越好，成為連接後友與後友之間、後友與父母之間嘅堅實橋梁，成為後援會、鄉親會
時日嘅正順佳音，謝謝大家。